自2024年9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重视建议，避免失败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35章20节到27节。约西亚整修圣殿了后，埃及王尼哥上来，要攻打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。约西亚王出去迎战，尼哥派使者来见约西亚，讲：犹大王，我甲你有甚物关系？我今仔日来，毋是要攻击你，是要攻击甲我交战的国家。上帝命令我着赶紧做这个事，你毋通反对甲我同在的上帝，才免伊甲你毁灭。毋过，约西亚毋听上帝通过尼哥所讲的话，坚持要甲伊交战。约西亚变装来到米吉多平原，甲尼哥交战。射箭的人射着约西亚王，王对伊的人臣讲：我受重伤啦，载我离开战场。伊的人臣扶伊出迄台车，互伊坐第二台车，载伊倒去耶路撒冷，伊就死。人将伊安葬伫伊列祖的墓。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拢为着约西亚哀伤。耶利米为着约西亚做哀歌，所有唱歌的男女到今仔日犹伫唱这个哀歌，纪念约西亚。这个嘛诚侪以色列的惯例，这个哀歌拢收集伫哀歌集。约西亚其他的事迹，包括伊对上主律法的忠诚，甲伊一生所做的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甲犹大列王史。重视建议，避免失败。以色列人虔诚洁净家己，共同守盘过节，通讲是约西亚王的成就。约西亚毋但整修圣殿，也带领全国的人民过盘过节，佮重新指派祭司执行职务。为着守盘过节这个宗教圣事，约西亚和伊的臣仆奉献成千上万的牛羊。咱若参与其中，应该也会因为安尼的盛况感动流目屎。参与做旗的人拢大受感动，对上帝大有信心。检采约西亚因为安尼心内想讲，全国人民会当做伙侍奉上帝，还有甚物困难袂当克服的啊？相反，对以色列人的眼光来看，国家就得要强盛咯，人民就得要富裕。因检采也安尼想讲，一切条件拢完备，接下来只要等待上帝赐福就好。约西亚完成宗教改革，带领人民重新敬拜上帝，确实是真无容易的代志。毋过咱发现，约西亚为圣殿做完这一切代志以后，却也骄傲甲自我膨风，掠做家己真有本领会飞天搁种地。当埃及王尼哥率领军队攻打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的时阵，约西亚竟然想要甲阻止。若照约西亚以往的做法，应该是先求问上帝才对。当当时，尼哥还特别传话予约西亚：犹大王，我甲你有甚物关系？我今仔来，毋是要攻击你，是要攻击甲我交战的国家。上帝命令我着赶紧做这个事，你毋通反对甲我同在的上帝，才免伊甲你毁灭。尼哥的意思是，伊出征攻打加基米斯有上帝的旨意。
尼哥甲约瑟亚讲，即场战争甲犹大国无关系，是因为上帝要帮助伊攻打敌人。同时，尼哥也表明，约瑟亚若出面阻止，后果就是会互上帝毁灭。假使约瑟亚当当时有先求问上帝的旨意，应该就会知影上帝无允准伊参与即场战争。总是约瑟亚却坚持非拍即场战争不可，最后果然命丧战场。虽然有先知耶利米为约瑟亚做哀歌，约瑟亚对上主的忠诚和对律法的服从，也记点史册顶面。毋过，伊已经失去宝贵的性命。真好想象，上帝透过一个外邦人尼哥做代志，约瑟亚反倒因为骄傲违背上帝的旨意。这互咱真大的提醒。当咱完成一件无容易的事工，也是成就一件大代志，咱通快乐庆祝，通用信心做见证。毋过千万毋通骄傲。一旦咱开始骄傲，就听袂入上帝的声。迄声音可能是善意的提醒，也可能是严厉的警告。毋管安怎，咱若耳孔毋听趁上帝的话，就是失败的开始。默想，当我和同工共同完成一件无容易的事工，安怎保持谦卑的心，甲同工做伙甲荣耀归予上帝？当我和同工共同完成一件无容易的事工，安怎保持谦卑的心，甲同工做伙甲荣耀归予上帝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伫我和同工做伙完成的事工中，互我会当看见其他人的付出，搁知影若无因，我无法度独自完成。求你除去我的骄傲自大，免得我跋倒。求你互我明辨你的旨意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